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1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是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昨有一个查甫人，甲脚踏车骑到松山机场管制区的飞行机跑道顶头，机场人员马洪基先解处分。今仔宣布房地合一税修法通过，财政部嘛拍算厝买2档内底就买要扣45%的税。新闻开始，咱来看，昨有一个查甫人早起骑脚踏车运动，煞骑入去松山机场的管制区，甚至佫骑伫飞行机的跑道顶头，塔台人员马上通报航警来处理。虽然迄当时无飞行机的起降，也毋过嘛是真严重的飞安问题。航警认为管理人员有疏失，主管嘛爱负责，所以因拢防记先解处分。伫台北市滨江街民航局飞航服务总台，因为直接通松山机场是飞航管制区，不过最高早起有2位员警无用伫咧查车的时阵，有一位骑脚踏车出门运动的65岁查甫人，专咧骑入去管制区。警察迄当阵拄好车动掉的无看到伊，这个查甫人就一路骑去咧机场的跑道，过差不多10分钟，互人发现通报塔台，航警才去抓人。因为我们同仁忙于检查，那他趁这个就是同仁检查之际，那他不小心误入了这个管制区后直行进入，然后在进入以后大概左转，进入才骑上跑道。那在跑道就是这个过程中大约500公尺，那所幸就是航站的人及时发现。这个查甫人事后讲，伊唔知影这个所在是管制区，看到门开开，确实是一条路就撞入去。不过，这个查甫人违法进入管制区，影响飞安，会被罚5000到25000。这是史上第一遍有人骑脚踏车撞去松山机场跑道区。松山机场把跑道关起来，好在在迄当阵无班机、无延误飞机的起降。有人通报到塔台通知航空站，通知我们航务组，我们航务组上去就把人找到人就把他带走了，带走之后就跑道就开放。松山机场甲航警相关人员伫早起开检讨会。对管制区的人力做检讨，因为撞入去时阵拄好是上班时间，出入管制区的人车较多，未来会加派警力。这项意外，因为有飞安的记录，也认定是特勤人员甲督导的主管有疏失，将会被记先解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伫3月初一礼拜内，都有2件严重的治安事件，市长陈其迈嘛下令要查乌青，警方嘛配合警政署全国扫黑扫虎专案，一礼拜就抓到4个犯罪集团，展现出扫黑的决心。讨销集团对被害者的店内底摕走煮汤仔鸡的汤仔。高雄林园一间餐厅的头家因为向地下钱庄借钱，先在工具互讨销集团摕走堵销。另外，都有暴力集团借故处理别人的财务甲纠纷等，伤害恐吓被害者。警方伫因的车内底找出灯具啊、棍啊等作案工具。针对我们列管的不良帮派组合，以及近期有发生暴力犯罪的犯罪集团来打击他们的不法。我们一共有检束了7名的治平目标，逮捕旗下成员47名，总共到案54名。为着化解外界对高雄治安愈来愈歹的疑虑，高雄市刑大配合警政署执行扫黑专案，向暴力犯罪集团宣战。10号透早宣布，对3号开始总共破获4个犯罪集团。不过市民对最近的治安敢若无啥物特别的感觉。没什么感觉，跟平常一样。可能我住的那边比较没什么治安的问题了。治安不好，这我相信在一个社会上一定会发生的嘛，但我们市民如果做好自己的本分的话，应该这个治安的话会越来越好。不是只有政府在努力，应该市民也要努力啊。高雄市3月初一礼拜内发生2件重大的治安事件，引起各界关注，互市长甲警察局长先紧订正案。高雄市刑大透早嘛强调，针对不良帮派分子扫黑的专案只是一个开始，后续会透过第三方警政甲行政来监督，对犯罪集团断金流，才是未来的工作重点。记者陈焕武、面交馆高雄报道。台南高雄最近常常出代志，我感觉质疑内政部无好好督导。内政部长徐国勇嘛回应表示，伊常常去南部，只是要互大家知影，伊对台湾的治安是真有信心。警政署长陈家钦嘛讲，袂因为这个案就认为台湾的治安无好。署长嘛强调讲，会一波一波来查，嘛会来找出幕后的黑道。
台南高雄连续发生真侪起枪杀事件，互外界批评变作是枪支一刀。对比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内政部长徐国勇捌甲警政署长陈家庆大动作落难顶灯，即届煞无行动，防止是相同标准。出席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的徐国勇回应讲，伊常常去南部。我常常去南部啊，我已经去好几次，只是没有告诉你们而已啊。台湾的治安状况在全世界评比一定是最好的，三更半夜大家出去也不会有什么疑虑嘛。好，那当然每一个治安事件我们都觉得蛮遗憾的哦。那所以警察机关会尽力的去处理。徐国勇展现对台湾治安的信心，但连续出现重大刑案，互台南市警察局人事大地动，敢是会当有具体改善治安？伊表示，一切拢会按照相关人事规定办理，互局长去做上好的考量。陈家庆是表示，未因为发生个案，就认为台湾的治安无好。不能因为有发生这个个案，而认为说台湾治安不好，那这样也否定了我们所有同仁的努力，会做系统性的有计划性的一波一波的来扫荡。那对这些隐藏在幕后的黑道首恶的分子，也会一个一个的抓。为了挽回民众对警政署的信心，3月初3到初10，警政署全国展开东部扫恶第2波的行动，要全力长警打击帮派犯罪。陈家庆强调，会系统性、计划性的一波一波进行，消除外界质疑的声音。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今仔咱国内无增加新的病例，咱台湾买的 AZ 疫苗头一批117000剂，嘛已经通过6项检验，搁剩最后一项检验合格，计使开始注入。那也智库整理国际上目前的疫苗，指出 BNT、辉瑞疫苗、莫德纳疫苗拢有超过90%的保护力，也毋过 AZ 疫苗保护力只有70%。全世界进入后疫情时代，世界各国拢伫咧做预防针。台湾所采买的 AZ 预防针第一批已经到货，目前这项检验有6项合格。第一优先注意对象是上前线医术人员。不过，南亚智库国际会通证国际主流的预防针，讲 BNT 辉瑞疫苗也个莫德纳疫苗的保护力分别是95%到94.1%。因那台湾就要自费 AZ 预防针保护力只个那70.4%。互外界担心 AZ 预防针保护力较歹，可能会引起民众不满意度。会不会做第3期？你如果不做第3期，第2期为什么就可以紧急授权？国产的预防针伫咧赶进度，怎么2期临床试验的阶段？有立委就质疑，2期临床试验若通过，是毋是代表政府就会紧急授权，互国产预防针上市？专家讲。国产的预防针若无做第3期临床试验，是无法度摕到国际认证。这种疫苗至少要3000人，然后去追踪，所有的受试者一定要1个月的以上的安全性资料。平常第2期临床试验是不需要这么多人的。目前已经有冰岛、以色列、中国伫咧实施电子预防针护照，就像是美国、欧盟。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也伫咧评估电子预防针护照的可行性。对世界各国真侪航空公司拢超前部署，台湾是毋是有研究相关方案，正受注意。希望可以建制好一个完整然后也安全的一个疫苗接种记录的系统。到时候不管是哪一个平台、哪一个国际组织、哪一个航空的业者，他们有获得授权要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对接。罗义军强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正伫咧研究，会当得到国际共同背书的证明，也会避免伪造的资料。而国人开始做国产的预防针了，指挥中心也会参考各国的做法，做滚动式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日本3.11大地震10周年，总统蔡英文早起嘛出席日本艺术家奈良美智的展览开幕。总统感谢奈良美智用艺术来安慰地震的伤痛。这一次呢，能够到台湾来参展是有很多人的努力。那最重要的当然是我们很长时间一起共同累积出来这个台日的友情那尤其在3.11之后，我们更深刻的体验到相互之间的协助跟温暖那奈良美智先生的创作，
在历经过日本3.11的震灾冲击以后，多了一股温暖，能抚慰人心的力量。总统嘛讲，真欢迎奈良美智亲身来到台湾，经过隔离后完成展览的布置。这场展览是台湾日本有情年上重要的活动之一，透过艺术交流，会使来深化咱两国的情谊。再来看中国宣布禁止台湾往来进口。早起，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本地外销中国的4万多吨的往来，伫国内民众佮真侪国家的消遣已经袂了。也毋过有立委是指出，目前销日本的往来，因为业者会抢订单，所以计数是差真侪，差到2-3倍。主委陈吉仲是表示，若是为着竞争，造成农民的权益受到损害，会考虑来取消外销补助。中国禁止台湾往来了后，带动国内消费者甲企业的往来，搁再加上转做加工日本外销大增加。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早起表示讲，本地要消对中国4万多吨往来，本地是计出来，不过进也已经解决问题了。2月25，中国片面暂停输入凤梨的这个所造成的影响，那目前看起来初步我们已经有完全的克服。不过，早起伫经委会立委林大华表示，目前销对日本的往来计销差真济，对潮市到网路计销是10公斤，对61.1块加195块计销就差3倍遐多。蔬果的输出同业工会在上星期3月5号的时候，他紧急发文要求会员不要恶意的销价竞争，破坏市场行情，避免日本的外销这个业务毁于一旦。立委林大华表示，农委会投入10亿抢救往来，搁再加上鼓励业者行销海外市场，外销奖励补助1公斤有到12块，若准超过100吨，搁再加2块。准是有业者拼计销，农委会会安怎处理呢？如果跟农民购买的产地价格没有每公斤21块，外销奖励的12块呢，我们就全部取消，甚至还会当成是以后跟农委会拒绝往来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好。有人伫咧质疑讲，往来外销澳洲空运的成本伤悬，甚至连纸箱仔的成本拢比往来本身搁较贵，安尼外销敢会合理？主委陈吉仲表示讲，要拍开新通路，爱开搁较侪心神，互澳洲市场了解台湾往来品质，再来评估相关的补助，敢通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阻止插管房价，行政院今仔宣布房地合一税修法通过，即马是规定讲，厝买1栋内底，就买爱扣45%的税；在进步拍算要改做2栋内底，拢爱扣45%的税；超过2年不满5栋，就爱扣35%的税。今天政府在提出了所得税法的修正，就是要用税制改革的这个政策工具来抑制炒房。也是对于短买短卖、短进短出的投机行为，要有效的遏制。所以把期限延长了，把税额增加了，同时也要遏制利用行为，像是利用公司的股权买卖房屋，进而规避高税率这种不当的交易投资行为。行政院强调讲，个人土地甲营利事业做伙起厝，对于买到土地迄天开始算5栋内底销售完成，爱扣20%的税。嘛讲哦，即个修法就是为了逃漏税，嘛要阻止短期炒房的投资的行为，来维护居住正义。劳保有可能伫2026年破产，劳保是要安怎改革，正受到关心。劳动部长柯明春今仔日反映指出，讲目前劳保年改并无时间表，也毋过会来争取政府增加保保的金额，嘛强调讲政府一定会承担最后给付的责任。这是政府办的社会保险，无论如何，那么政府一定会负起最后的给付责任。劳动部长柯明春大型勘挂保证，讲政府会负责，请劳工就放心。背后的原因是劳保基金破产的时间愈来愈晚，可能伫2026年就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年金改革的问题，时间已经真迫，引起各界关注。他们有不同的一个想法的时候，那我要请问许部长，你认为就是说每年提拨200亿，要提拨几年呢？去年拨补200亿，那今年呢是拨补220亿，是好。那未来呢，也会视整个劳保财务的状况那么会持续来拨补。
柯明春指出，目前还未得到社会共识，所以并无具体年金改革的时程表。不过会争取更较侪政府的补助。因那劳金局进前标出国内投资组长尤乃文涉嫌诈钱的案件，后续内部会提出真正的措施。个人的人事嘛出现变化，换新的局长。不过嘛有立委认为讲，不是换一个人做官就会用的，应该要甲劳金局一定3级以上的人员纳入去洗钱防治的对象。掌管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包括立法委员一天也不可能经手10亿，考试委员、监察委员都没有，他们都列入洗房里面重要政治性职务之人的范围认定。劳金局里面必要性2亿以上，局长、副局长、主秘，我认为都应该要有guts，就包括轮调，还有包括这个洗钱防治委所关心的这个，我会跟新任局长这边来。除了内部事务议题以外，关系1年移工输出海外零付费政策要安怎运用？柯明春回应讲，双方伫3月底会召开视讯会议，讨论较有路的部分。因若开发新的移工来源国的时程，按算今年会有司长级的会议，嘛会成立工作小组来持续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去年买回金额超过 GDP 的2%，佮加上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拢有达到美国认定汇率超中国的标准。有立委是真烦恼，讲咱国敢会又佮互美国来做汇率超中国？央行总裁杨金龙是表示，就算咱伫4月份互美国来做汇率的超中国，那么应该袂受影响。受到美中贸易战转短效应甲新冠疫情的影响，台湾去年对美国贸易的顺差有299亿的美金。不过，根据美国对汇差操作国的3项标准，一个是对美国商品贸易顺差达到200亿美金以上，搁来是经商小盈余占因国家 GDP 比例超过2%，还佫有汇率干预金额占 GDP 比例超过2%。目前台湾3项已经达到标准。今年4月份敢会去互美国来做是汇率操作国？中投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讲，确实有可能。万一被列为外汇操纵国，对台湾有什么不利？以前呢，我们都没有超过200亿，那为什么在2020年我们会超过那么多？就是说美中贸易的冲突就转单的效应嘛，台湾也是其中转单。COVID-19 呢，远距的这些商机啊，我们的资通信的产品呢，出口到美国去的这个呢，都是美国所需要的供需的问题。对我们商品需求的问题。是。杨金龙表示，根据3项标准，台湾确实有可能放来做是汇率操作国。不过，因为美国绿化宽松的金额真大，和大量的资金流去台湾，也有其他的国家。中央银行考虑到法定职务的责任，都要介入市场，以市市场的特殊。而且，台湾对美国出口超过进口的扩大是共输的关系。美国对台湾产品需求提悬，并不是汇率的因素，会搁甲美国参详沟通。不过，就算真正放来做是汇率操作国，应该袂随着有影响。他会不会采行哪些报复措施？他的第一个程序呢是双边要咨商嘛。如果说咨商的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就进入第2个阶段，他就说是一个观察期。那他1年以后呢，他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惩罚的措施他可能就会对你的那个产品啊、你的出口的产品啊，加关税。中央银行伫18会召开今年第1季监理事的会议，杨金龙嘛讲，去年12月份，中央银行预估国内 GDP 是3.68%。不过，因为去年第4季经济成长真好，伫市场乐观的情绪，也有数据的支持之下，今年 GDP 预估达可能会阁收悬。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跟国安顾问苏利文3月18日，要甲中国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杨洁篪，佮有中国外交部的部长王毅来见面。布林肯按算会先去拜访日本甲南韩，来强化联名做伙对抗中国。这嘛是拜登政府上任了后，美中高层头一摆见面。最近媒体报道，美中外交高层会伫最近举行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一遍见面。美国国务卿伫初10证实，国务卿布林肯甲国安顾问苏利文18会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甲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伫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见面。This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us to lay out in very frank terms the many concerns that we have with Beijing's actions and behavior that are challenging the security, the prosperity, and the val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北讲中共是美国国家利益上大威胁的布林肯讲，这边见面会寻求确实会当实行的行动。Whether there are avenues for cooperation, and we'll talk about the competition that we have in China with China to make sur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level playing field and that our companies and workers benefit from that. This is not a strategic dialogue. 这个行程是伫咧布林肯访问日本、韩国会停的时阵，第一站停伫咧安哥拉做时阵安排见面。国务院讲，15到18，布林肯会甲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日本、南韩。去日本是要显示美日经济关系重要，并且讨论新冠病毒所带来经济冲击。伫南韩的期间，会甲南韩的外交防卫首长举行联合会议。 美国国务院证实这款行程进前，中共外交部拢无发表谈话。这种安排让看出拜登政府想要重建盟友加伙伴关系，结果再甲中国方面接触。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全球第3大疫区巴西目前已经过关卡。BBC 报道指出，昨又更有2280来个人死亡，是一天死亡人数上济纪录。巴西总统是讲，政府已经动用所有的资源来对抗病毒。也毋过，巴西前总统卢拉是批评讲，目前的巴西根本是无政府的状态。家属伤心安葬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亲人。巴西疫情严重，根据 BBC 报道，70单日新增2286人死亡，超过进前的美国，成为单日死亡人数新纪录。经历因为判决无效、中核政治权力的前总统卢拉，虽然无表态敢是要参选总统，有缘大批评现任总统波索纳洛。 Então, esse país está totalmente desordenado e desagregado porque não tem governo. Eu vou repetir: esse país não tem governo. Mas eram mortes que muitas delas poderiam ser evitadas. Evitadas se a gente tivesse um governo que tivesse feito o elementar. 面对批判变种病毒发挥，巴西有超过15州的家户病房大房率超过90%。 首都巴西利亚更加是已经满载，总统波索纳洛70出席活动，罕见的挂嘴安。不过有员讲，政府已经动用所有资源来对抗疫情。A política lockdown adotada no passado, o isolamento ou confinamento, visava tão somente dar tempo para que os hospitais fossem aparelhados com leitos de UTI. e respiradores. 专家警告，批判变种病毒有高度传染性，不过联邦政府并无统一的防疫政策，各州只会当各自采取措施。巴西的亚马逊省受到打击上严重，专家呼吁应该量早落实公共卫生措施。A new variant first discovered late last year has led to a surge in new infections that have overwhelmed the healthcare system, which continues to experience widespread shortages of medical supplies, including oxygen. 赶快受到变种病毒侵袭的美国，头一摆伫纽约发现的变种病毒 B.1526，已经占纽约过半确诊人数。英国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变种病毒 B.117的致死率比原本的判读悬出64%。公司新闻地位人编译。来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表声明，谴责缅甸军方使用暴力来对付抗议的民众。也毋过，伫声明中并无使用到政变这个词，嘛无讲到国际制裁。根据了解，是因为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反对。缅甸军事政变，军政府大肆抗议民众，引起国际反弹。联合国安理会70无议期同意一份声明，谴责缅甸军方暴力镇压示威者，呼吁军方保持上大程度的责任。I hope that with this statement, there will be an increasing conscience in the military in Myanmar that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release all prisoners. It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respect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s and to allow for a situation in which we move back to a democratic transition. 声明内容表示，安理会强烈谴责使用暴力对待妇女、少年人、儿童等和平示威者，对医护人员、公民团体、媒体工作者等人做到限制，表达上严重的关切，要求随释放所有互随意拘留的人。不过声明中并无使用政变这个词，也无讲到若讲无停止镇压，
可能会面临国际制裁。根据路透社出地的消息，原本由英国发起力求卡硬的草稿版本有写，却遭到中国、俄国、印度甲越南的反对。虽然安理会谴责缅甸军政府有权继续镇压反对者，并且佮肃清政敌。CNN 报道，翁山书记所属的前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已经有2名干部疑似互军政府拘留了后，酷刑了后却死亡。伊分别是邵美林甲秦茂拉。缅甸军警大散人民，有警察无愿意将枪口对准示威的民众，选择逃亡到邻国印度。BBC 报道引用逃亡警察接受访问指出，因互高层下令爱弹杀示威者，因回答家己做袂到，都惊被逼伤害无辜的人，只会当选择走离工作单位。目前已经知影缅甸军政府杀害至少50名的示威者。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过来新闻，咱来看台酒华人厂专门咧生产的红标米酒，伫市面上已经予黄色标签的红标纯米酒来取代了。台酒公司2月份就无搁生产咯，也毋过哦，料理米酒是未受到影响。只听讲，台酒2.3公升红色飘头的红标米酒已经停产，专门生产米酒的华人厂区，都陆续出现消费者走来买。对停产，大家看法无同，也毋过拢先买起来再讲。不知道会不会很担心？会啊。可是它有其他的米酒可以替代啊。味道不一样吧？没啥感觉，因为米酒本来就用的，可能料理米酒用的比较多吧。台酒公司表示，红标米酒停产的新闻现讲了后，真侪消费者就是一般家庭煮菜用的19度料理米酒。特别澄清停产的是汤光玻璃罐仔装2.3公升外表大红色飘头的红标米酒。大家都以为这一支我们27块的红标米酒，但是不是，这支是红标料理米酒。料理米酒呢，目前是27块一样的正常供应、正常生产。为安怎停产红色飘头的红标米酒，台酒公司表示，其实这2种米酒拢是使用舶来米蒸制，酒精浓度拢是22度，差别伫红标纯米酒有放半年以上的时间，口感较温顺，较受消费者介意。纯米酒这一支呢，它是被民众所喜好啊，所以造成了这一支销量一直往下跌。到目前为止，这2支在销售比的话是7比3。台酒公司强调，红色飘头的红标米酒，当年生产量大约100万打，目前虽然停产，也不过库存量也会当维持到年底，并未随着买袂着。记者综合报道。可患严重，最近又搁到一直调作卖报产的时阵哦，农民是真烦恼。中华丰原乡的农民因为无水哦，嘛已经甲报产的时间下要10天咯，也毋过嘛是无水，嘛按说讲要请人来乌井，也毋过中华县的水资处是表示哦，乌井嘛必须爱申请，违法上济使罚5万块。对农民的骹步来到田的，这黄仔已经插好啊，就安尼伫个无啥水的田里，农民看就是真唔甘。烦恼报田了后的心血会拢乌有去。咱春耕要开始啊吼，咱爱挖田，啊挖田了的时阵，黄仔步拢是爱水，啊即马无水的时阵吼，你规个拢打步去，啊打黄仔就大袂起啊。原底因为欠水通去引田，中华丰原的农民已经办7天至10天来报田，毋过到呾灌溉水源还是无够，这黄仔有的倒去，有的冷去，当地农民国不理中，就爱找开井的工人来斗3工。拢40米就有啊，40米。40米哦。啊，你即摆工课足多无？工课还好啦，还好啦。哦。拢农民拢足欠水的啦。水是总算来啊，毋过当地农民讲，原本20公尺深就有水，即马要加纳10公尺以上的深度才会有水。水情真正力，中华沿海乡镇的早冬稻啊，强要无水通用，干来当开井来饮用。毋过县府表示，沿海乡镇拢是地下水的管制区，若要开井，拢要是爱做申请。沿海的各乡镇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地下水管制区哦。那基本上是凿井的规定会比较严格。中华县府表示，若是无许可证就开井，会当以违反水利法罚1万至5万，还佫会当连续裁罚，而且要求爱恢复原本的模样。若是原地水井情形歹，嘛是都要经过申请，才会当佫纳井增加深度。目前拢总核定2000外的地下水井，一个月差不多有10外件的申請案。虽然無向日頭增加，不過也是要避免超崩抽地下水，造成地震崩塌的情形。記者綜合報道。
再来看南部的曾文水库、乌山头水库、南华水库水嘛拢真少，嘉义台南的一期稻作有诶嘛已经收紧咯，也毋过新化虎头埤的水阁袂少，遮大约有600多公顷的集水区哦，到达阁有101万吨的水，会使来提供50多公顷一期的稻作来引产。水慢慢流入稻仔田内底，一款景象出现伫我虎头埤边的农田。当地农民讲，虎头埤遮侪年来毋捌打起过，所以佫有法度提供早冬稻仔的灌溉。无讲逐工有水，算讲伊开几日，来佫关几日，安尼算讲水较袂晓浪费。阮遮都毋捌咧迄无开水的，逐冬嘛开，虎头埤就毋捌咧打的哩。农田水利署嘉南管理处强调讲，虽然虎头埤欠水的面积较少，大约是27公頃。但是台南虎头埤因为顶楼是中型林场，水土保持好，而且佫有溪水的关入来，等于是有600多公顷的集水区。伫即马欠水的时期，大工佫会当提供虎头埤12000吨的净水，提供予附近50多公頃的稻仔田来引产。每天差不多有5000立方公尺，也就是我们的5000吨的水灌溉，所以目前供应50几公顷的那个一起做是没有问题的。算到3月11日11点为止，南部主要的水库曾文水库，敢若剩15.2%有效脱水量，南华敢若剩46.3%，水情是真正热。台南市府嘛准备19口控可看的水井来应急，逐工会当提供3万吨的水。目前已经有3间厂商完成储水的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早起来进行社岛开发案第2阶段的宽屏，也毋过自救会抗议讲市长郭文德一直都无提出替代的方案。有支持开发的民众嘛讲哦，已经禁建50栋的社岛，应该要赶紧开发。两边的民众伫中外互相抢来抢去，气氛是真紧张。替代方案在哪里？停止环评。也着布条旗啊，伫台北市政府头前大声喊口号抗议，社下自救会成员甲相关团体不满北市府早起要举办社下开发案第2阶段宽屏，也毋过市长郭文德答应的替代方案却一直无消息，也质疑居民伫宽屏会上的发言权受到阻碍，也毋过支持开发派也到场声援，指出希望改变禁建50年的社下。台北市政府一直都没有拿出诚意来。要求的沟通没有做，承诺的替代方案没有拿出来。你今天限制居民发言，你就是限制居民参与决策，我们极力反对。有无地的跟无地的占了1/4嘛，那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只有说用目前政府这个方法是最可行的。都惊冲突发生，北市府内外出动逾100名的警力戒备。也毋过，宽屏会开始进程，双方的人马都先伫帮停式插起来。反对开发派甲相关团体也再度集结伫会场外吵闹，警方派出人墙隔开其他来帮听的居民，气氛一度真紧张。登记发言没办法变登记。不是，他一次20个嘛，但是我讲的，如果不够，还可以再补、再加开。郭文德强调，无要互居民发言。若讲会议的时间伤短，会当阁加开宽屏，因为有40多岁居民学者拢定期发言。会议一直到中昼，宽屏委员拢无正式实质讨论，互宽屏会也无结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姻馆有一张对肥场哦，民众直直检举讲伤过臭啊，也毋过嘛一直都无啥物改善。县政府早起去稽查，嘛发现讲这间工厂实际营运的项目，甲当初申请登记的无啥相共，要求工厂爱马上停工。入来到工厂，四界拢有吨食品加工和食物的废物，也是泡臭味是臭甲无人敢闻，互当地的民众袂堪的。边仔的徛机，农民常常向环保局检举，但是业者也是无明显的改善。我就感觉足臭味安尼，伊个安尼通水都无效，阮产地遮种个拢无好片呢。这家的合格证照是县政府所核发的，我也希望县政府跟地方政府大家齐心协力了哈，来共同维护干净的空气。
婚姻管府表示，这间公司对2020年开始营运，高达互人检举臭味污染41摆，环保局来稽查45届，有各罚4遍，罚20多万，佮要求改善，却拢无啥物效。10月透早，环保局、农业处和建设处就来联合稽查。针对我们这个场次它本身的工厂登记跟它实际使用的这个厂区完全与事实不符了所以我们寄出勒令停业，甚至在整个废弃物清理计划书也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下那我们也勒令停工了后续就是因为这属于算管制品，所以说我们的东西也不可以随便乱弃置，对，就必须把东西的合法把它运出来。我们就快点做一个迁厂的动作。业者表示，当初时来这营运，唔知影有违章建筑，已经佮开600多万做设备，要改善臭味。不过即马互婚姻管府停工，也是会配合。环保局也呼吁在地业者要发展经济，也要顾环保，避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的教育处今年要办24项的比赛其中羽毛球跟太极拳以防疫为理由要停办，也毋过嘛，互家长真反弹。教育处表示，停办是因为人数会有上千人，防疫真困难。负责办羽毛球比赛单位嘛表示，目前是各个评估，有可能嘛会恢复比赛。囡仔配合教练指导，核心正练球。大当3月举办的彰化县教育杯比赛项目计共24项，不过今年羽球甲太极拳因为参与人数上千人，主办单位烦恼防疫有破拍，有意停办。彰化县教育处表示，尊重主办单位的决定。参赛人数都超过1000人，所以在防疫措施的执行上，怕没有办法完全做到落实，所以他们决议要停办。比赛若停办，上失望的阶段是今年国校6年的囡仔，毕竟是读国校中间上尾一场比赛，有的人准备就超过半冬，也有意专精羽球落去发展的学生，这战恐惊影响因的升学。只有这2项没有进行，对小朋友来讲有点错愕有点不太公平。但是有的对他们为了升学是会有影响的。成功你的马拉松几千人也是办该做的安全措施做好就好了。主办单位彰化县体育会羽球委员会表示，去年12月伫大校大学举办的县长杯，选手佮有家长无遵守防疫的措施，也今年初疫情小可摊翻头，所以因才有意停办比赛。即马因会考虑防疫佮有场所，可能伫4月23进前举办教育杯羽球赛。疫情的原因，还有人数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是决定停办。教育处那边跟我在协调，我跟他们建议说，要不然就是用封馆比赛的方式，不见得会停办，就是说加分比那个4月23之前啦。主办单位表示，目前当咧甲彰化县教育处确认场地，佮有防疫事项种种细节。教育杯羽球赛敢会照常举办，这2礼拜内就确认。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地上甲关山地区推广游客骑脚踏车旅游，也毋过有袂少游客拢骑伫公路顶头，车号嘛袂少。台东县政府今年就推出慢车管理自治条例，以及今年特别专门来针对慢车做管理咯。地上乡保人大道伫我田文化景观区，游客出入敢会当国行或者是骑自转车，有2轮、3轮或者是4轮的车，各种的车出现伫产业道路，也有食电的电动车。不时传出有游客跋倒，或者是捌发生游客骑车要行过省道的时阵，甲别人相撞发生车祸。目前地方争取这种慢车管理已经有10多年。台东县政府今年拟定完成慢车管理自治条例，针对3轮以上的慢车车种，定出验车、领牌，也有电动摩打辅助安全的规范。方面是让业者自己在做经营的时候呢，他们有个法规的依据，那也不容易让游客会有任何的抱怨。台东县慢车管理自治条例草案，顶个月已经完成公告，不过有业者才打买新车，可能伫车型也有功能，甲自治条例有冲突，而且无考虑到社会人需要电动车的需求，针对这点，还佫需要进一步讨论。县政府的主管机关邀请我们这个车辆的制造单位来协助我们的业者去做这方面规格的改善。很多银发族他没办法骑这个慢车啊，可以容许这样的像高尔夫球车这样的纯电动的做导览。官府表示，各界意见伫16进前拢会当提出来讨论，按算今年顶半年会上县议会审查，上紧下半年实施，嘛会有试办的期间。希望透过规划会当骑车的区域，也有车辆安全管理，互台东县成做上界安全骑车佚佗的城市。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之前有公布所谓网络性别暴力10种无共款的形态，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认为分了无够真足，嘛呼吁政府应该积极推动所谓性别暴力防治的政策哦。条约立委嘛提出，势必影响外劳防治条例，阁有经将骚扰案的草案，嘛希望讲行政院会使提出对策。网络传播的速度真紧，常常发生性别犯罪，手法愈来愈多样。日常生活当中的社会性骚扰是真歹防。那这个 AirDrop 可以匿名的传输，就是档案资料。他在捷运上收到了一个，就是标题是防疫小知识，然后呢，他点开来一看，就是一个男性的生殖器。那个行为人他就在半径9公尺内偷偷的看着，就是他的反应。立法院8位跨党派女性立法委员做伙开记者会，甲民间团体共同呼吁行政院对所谓性别暴力的类型，会当对照时代，推动所谓性别暴力防治对策。拒绝数位性别暴力，常会出现这个谴责被害人啊，甚至求上车啊，然后宽容加害者的这些歪风，形同是对于被害人造成的恶毒的伤害。立法委员讲，在过去，所谓性暴力无正清楚规律法制化，甚至有真侪网站拢设伫咧国外，受害者找无人斗相共。摕袂落来影像真侪社会的印记。2月初，行政院公布所谓网络性别暴力10大类型，包括网络群众、身份塑造，不过民间团体认为无够。条约立委也提出，势必影像外劳防治条例草案，即嘛有13个版本，希望行政院会当赶紧提出对策。不够清晰，不够严格，其实也不够多元，其实也不够跟得上现在的社会进步。已经提出了性私密影像的防止外泄的条例。被行为人，也就是被害者跟加害者之间，他们经常本来就是一个亲密伴侣的关系啊。立法委员呼吁，若看到网络的色情图片，莫去点，莫传送，莫下载。作为努力联名也提出性别暴力的5大分类。性私密的影像、影音滥用、性别温水侵害、性别受婚言论，也有新形态所谓性骚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治疗脑肿瘤有重大的突破。中加病院研究团队甲国卫院阁有科技部开发一套有治疗性的超音波系统，会使来突破血管的阻挡，甲药直接送到脑瘤的位置，甚至嘛会使来帮助医生手术，对脑瘤的位置会使精准掌握。在过去，若得到脑部恶性肿瘤的病人，平均一个人活14到16个月。除了治疗的药啊有限，上主要是用药的时阵，定来和脑部第一位肺脑屏障挡伫咧外口。在即马治疗恶性脑瘤有重大进展。由国内长庚病研究团队甲国卫院科技部共同研发一套聚焦超音波系统，会当让药啊在特定时间到指定的脑部肿瘤区。大幅度提升疗效。透过这样子超音波的系统，我们可以把窗户打开一段时间。这时候我们想要投予的药物，事实上可以透过这段时间去进入脑部的大分子的药物，事实上它就出不来了。医生强调，聚焦超音波是治疗性超音波，甲诊断性的超音波能量无同。要达到治疗的效果，如果袂产生伤害，超音波的能量要控制甲正好。另外，这套系统也个结合手术的导航系统。透过立体摄影机，会当及时监看超音波目标区，找出下药的相对所在，提升手术的安全性和准确度。先能够通过血脑屏障的药物，也可以减低它整个全身的一些 loading， 它的一个给药量，所以让副作用也能够减少。医生强调，目前在法国、加拿大也在咧发展这套超音波系统。台湾所研发的这套系统是世界3大领先系统之一。不过，伊的优势是治疗的时间短，无需要开刀、无空嘴。在即马就要完成1期的临床试验，在4-5年了会当完成2、3期的临床试验，就当上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检讨这项武术是真要求自我要求哦。婚姻论杯国小特别甲婚姻关体育会检讨委员会合作，这学期伫学校开检讨的社团，希望使训练学生的专注力甲处理危机的能力。台下顶堂咧解说检讨的步骤，学生伫台下卡也是听甲真认真。最主要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养成独立自己判断，
还有敏捷性、果断力啊、积极性。检讨上要求锻炼咱人的精神，爱定着冷静，对学生囡仔的人格教育是真有帮助。伦培国小这学期特别和婚林馆体育会检讨委员会合作，要来开办检讨社，为着让学生囡仔伫参加进前先有基本的认识。教练讲，对战的过程爱真专心，嘛就注重礼数。亲像检讨比赛开始进前，双方爱互相行礼，这毋但是尊重对手，嘛是尊重一项武术。也希望就安尼培养学生的好品行。我们练一个剑，我们是练我们的心，我们的修养。我希望只是说，在一个招式之下，我们能够取分，但是我不希望我们去伤害到对方。学习武术毋但是训练身体，检讨更较注重处理飞机的智慧。学校也毋望学生囡仔透过社团训练，会当体会到检讨的文化甲精神，佮会当培养因的人格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过年的时阵，有真侪人拢会伫饭顶头插春花，毋望讲年年有春。其实伫普通时啊，放春花嘛会使用来布置环境哦。婚龄后尾就请老师来教阿公阿嬷做这种会使训练手指头啊、甲目睭真细蕊的放春花。还在努力。阿公阿嬷目睭剃个大大蕊，对老师所教手路斟酌甲线，填好一沿搁一沿，一沿搁一沿，甲线填好好势。花蕊形体就看有出来啊！叶子缠下来。这是婚林馆后尾智能游客中心所举办的课程，请地方出名的工艺师甲社区长辈用甜春仔花的方式做饭春。这是大家会想到说这是过年插的东西，那其实我们把它做一些变化，让它可以在那个小花盆上做装饰。春仔花是较早农业社会真接看到的土插，用丝线佮有剪纸落去甜。所以嘛叫做甜花。用过新娘结婚的时，会伫头顶夹春仔花表示福气；也是到妹要死年，会伫饭插纸花。这就是人讲的放春花，因为春花的春甲物件有量有春的春共音，放春花都有祝福的意思，代表年年拢有春。当工艺老师甲这两种传统结合做伙，互社区长辈有无共款的体验。原来民俗也通有新意，也通有变化。也手甜花毋但通磨耐心，佮通训练指头啊、目睭的眼力。做个春仔花会当互阮的手较卡咧。较潮咧，目睭训练阮的目睭，甲训练阮的手。阿公阿嬷用心甜花，大家拢嘴笑目笑，感觉真趣味。工艺师表示，希望经过这摆课程，互社区长辈有新的体会，嘛望甜花这项传统工艺有愈侪人知影。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盐泽当地图书馆甲金山国小学生囡仔用半冬的时间，同齐创作出一本有华语甲台语的囡仔册。囡仔透过写故事、画图、录音甲唱歌来了解家己的故乡，嘛希望讲会使互愈啊侪人来了解因故乡的水。燕巢金山国小的囡仔用台语唱出家乡的特色，因上欢喜的也是这本《燕巢有看头》的绘本，总算是出版啦。因为这本册文字甲图拢是因创作的。绘本也字足少，它字很少，但是它图画很丰富。那透过这个图画还有字，它可以去创造、去想。哦，原来我们燕巢是这个样子。原来这个图片是这个过程是这样子，它会有在地的认同。包括内底用语，嘛是拢囡仔家己讲的。迄个过程这个故事要安怎走，要安怎行，拢是囡仔家己去想。内底的角色，内底有阿公，有囡仔，要去找金山伯啊。这囡仔拢是，这名拢是囡仔家己号的。讲到燕巢，就会想到遮有名的外世界太阳国。金山国小的囡仔，甲遮的地形甲地景，拢用水墨画出来。透过图书馆老师的引带，因做伙画图、编写故事，阁有台语老师斗相共，翻写做台文，写词编曲。最后囡仔唱歌录音，规个过程拢是课程。因学到这本绘本要安怎创作。我自细汉我就爱看绘本的。不过绘本要求我贵，真正的绘本它是非常的昂贵的，但是呢，
咱的囡仔吼，伊若透过绘本咧，咱若甲带领咧去看的时阵，囡仔的想象空间会足大。我有够侪5岁10岁的话呀。听囡仔的声，看古水的彩图，充满天真的想象甲乡土的滋味。即摆出版2000本的新册，会送予全国的图书馆，要互较侪人知影，燕巢是一个遮尔水的好所在。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